以1950年代台南市區為背景，針對成大師生所牽涉的白色恐怖事件，串聯人物、時間與空間，做成一張故事地圖。這是成大歷史系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的成型地圖帶路找台南的白色記憶特展。學生用十足行動力，把看似艱澀的歷史，透過知識與公共性轉譯，降低公眾接觸人權議題的門檻。回顧我們工作隊這6年來的工作成果，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去放在可以了解当時的時代脈絡，然後去理解這些人他們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所做的選擇還有行動。學生更進一步根據故事地圖內容舉辦人權小旅行，將成果納入成大全校通識課程，累計至今有將近700名學生參與。本次展覽也展出學生參與課程後的反思及回饋，呈現年輕世代接觸白色恐怖歷史後的理解與提問，以及政治受難者的模擬音檔。陳清生前輩，生哥他目前人健在，讓這個前輩本人，然后親自在這個聲音化的展覽區去講述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實我覺得這是這個展覽最特別、蠻有意義的地方。檔案的整理，我覺得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工程。那只有更多的有活力、有熱情的年輕人參與。然後他們當成一個重新去梳理這個脈絡，跟說這個脈絡的故事的，說這個故事的主體。我們這個事情才有可能把它找到一個好的社會溝通的方式。每張地圖光是收集挖掘資料就耗費半年至1年之久。團隊希望透過展覽，讓轉型正義走入城市，讓更多人重新認識曾經發生在身邊卻逐漸被遺忘的歷史。記者收海灘的報道。